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新 DC 宇宙超人嘅 Hot Toys 咧嚟到啦，呢部電影咧我都幾中意嘅，之前咧仲特登為佢咧拍咗一條影評，雖然咧嗰條片睇嘅人啊唔係好多啦，但係咧都唔緊要嘅，挑戰咗一個新嘅題材咧，又得到咗好寶貴嘅經驗。影評呢一樣嘢咧，第時興致嚟到嘅時候咧，應該仲係會繼續嘗試嘅。今次呢隻 Hot Toys 咧係今年7月份嘅時候開訂，而家10月咧就已經派貨啦，非常之快。佢原本嘅計劃咧又諗住喺動漫節嘅時候先發售100隻嘅現貨嘅，後來咧取消咗，可能咧佢哋仲想喺最後1分鐘咧再做一啲改良，所以針對住呢一點咧，我哋今日咧就會攞翻當初嘅預訂圖嚟同今日嘅產品比較，睇下有冇真係最後有改良到。好啦，咁啊而家就係開箱呢一盒超人啦。首先佢嘅封面咧就做咗今次其中一款電影海報嘅造型啦，然後上面咧有一個透明嘅封套咧，喺呢個透明嘅封套上面咧有雕到一個超人嘅 logo 喺上面嘅。首先第一層打開咧，上面就會有超人嘅本體啦，4對唔同嘅手型啦，同埋超人嘅狗仔 Crypto 嘅。然後拎起之後，下面呢一層咧，首先就會有今次嘅呢一個地台啦。然後咧會有一個透明嘅小支架咧，係俾狗仔用嘅。跟住咧仲有一個地台用嘅支架，用嚟遮住支架一啲插口位嘅小零件、後備關節同埋可動眼球嘅調節器，同埋咧最後咧仲會有另外一個支架嘅。今次呢一隻新超人嘅身形非常壯碩，身上面嘅戰衣由藍、紅、黃3隻顏色組成。戰衣上面嘅特徵咧包括有胸厚嘅紅黃色 S 標誌、紅色斗篷同埋紅色外着嘅4角褲。整套戰衣咧都用咗彈性布料做，包括埋佢呢一條紅色嘅4角褲，所以佢嘅可動性咧完全唔會受呢一套緊身戰衣所限。整套戰衣上面印有非常細緻嘅火粒紋理，另外咧好多部分都會印有一啲線條圖案。同劇照對比過之後咧，我認為全部嘅線條紋理咧都做得非常準確嘅。全身上下只有黃色嘅腰帶同埋紅色嘅長靴係塑膠件，長靴部分用嘅塑膠件咧非常柔軟，裏面嘅腳腕咧有左右前後同埋打斜嘅可動角度，所以接地性咧都唔錯嘅，亦都可以擺出飛行時候嘅姿勢。但係呢一度咧，我呢一隻 figure 咧就有啲小中獎啦，佢嘅左腳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右腳關節嘅強度咧比較弱，所以擺飛行姿勢嘅時候咧佢會有回彈，兩隻腳嘅表現咧好明顯唔一樣。斗篷方面咧，肩部嘅收口位咧大約每邊有3層嘅皺摺，比起電影裏面嘅皺摺咧少咗幾層，但係斗篷絲質咁嘅用料咧，我認為咧係選擇得非常準確嘅，而斗篷喺肩部兩邊彎彎地垂落去嘅嗰個弧度咧都係好睇嘅。斗篷嘅背面壓有一個黃色嘅 S 標誌，呢一個標誌咧好有立體感，呈現嘅方式咧都好唔錯。斗篷嘅邊緣位置咧收埋咗鐵絲，可以咬造型，但係今次咧就冇自然垂感斗篷咧可以替換。我個人認為咧雙斗篷咧係而家嘅標準嚟噶啦，每一次只要冇安排到雙斗篷咧，就等於又俾咗人哋一個批評嘅機會。頭雕方面咧，今次呢個頭雕咧有可動眼球功能，我認為咧面型輪廓都做得非常好嘅，佢有一對藍色嘅眼珠啦。髮型方面咧係一個向後梳嘅 all back 頭，右側咧有一小撮嘅劉海，比較軟身嘅，玩嘅時候就要注意啦。表情方面咧，今次選擇咗一個比較平靜嘅表情，嘴角咧有非常微微嘅笑容，呢個表情咧算係萬用嘅，用嚟擺一啲飛行或者係一啲好有自信嘅姿勢咧都適合。頭身比例方面咧，我就認為今次嘅頭身比例咧做得未夠好啦，頭部咧有少少細咗嘅，將頭雕拆落嚟之後咧，可以見到頸部咧有少少嘅軟度，但係呢一個頸部咧似乎同上半身咧係連埋一齊嘅，所以咧就冇一個可動性，頭頸嘅可動性咧稍為弱少少。同7月份嘅預訂圖比較一下咧，我發現咧依家嘅大貨咧的確係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嘅。首先我認為咧頭雕咧係冇改動過嘅，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咧頭雕嘅上色或者係面型咧有少少嘅唔同，但係我認為呢一個咧只係大貨塗裝有少少唔同，或者係受燈光同埋拍攝時鏡頭焦距咧所影響。我認為依家呢一個頭咧同預訂圖咧係同一個頭嚟嘅，真正有改動到嘅咧明顯就係佢嘅戰衣，戰衣上面嘅火粒紋理嘅數量同埋密度咧變多咗，變密咗好多。而家呢一個狀態咧更符合電影。另外咧衣領部分咧亦都改動咗，畫得更加深。呢一度咧我就覺得咧電影裏面嘅衣領咧的確咧係比預訂圖嘅更加深嘅，但係依家大貨呢一個咧好似又畫得太深喎。不過咧我就認為咧有改咧點都係好過冇改嘅。配件方面咧，今次有全新開發嘅手型，所有嘅手型上面都有好寫實嘅塗裝同埋血管紋理嘅細節，其中2隻爪狀嘅手型咧仲係2隻唔一樣嘅添。另外咧有一對手型咧我就覺得咧比較用途不明嘅，喺預訂圖同埋大貨圖裏面都冇人展示過佢哋係點樣用嘅。咁呢一度咧就開放下面留言區，大家話俾我知你哋覺得呢一對手係用嚟做咩噶啦。跟住咧就有狗狗 Crypto， 佢有一個自己獨立嘅地台咧，可以做到飛行嘅效果。身上面有橙色嘅頸圈、金色嘅 S 標誌、紅色嘅斗篷。斗篷方面咧就有藏到鐵絲可以咬造型嘅。佢嘅耳仔咧有做到 Crypto 嗰種一邊垂低一邊立起嘅嗰種感覺。但係表情方面咧，我就覺得其實佢哋可以選擇一個可愛一啲嘅表情咯。而家呢一個表情咧就有少少黑口黑面啦，而且雙眼咧再做大少少咧都會更加可愛嘅。今次呢隻產品咧叫做 Superman and Crypto， 但係 Crypto 咧
就係咁啦，咁冇其他嘢可以玩噶啦。咁我就覺得咧就唔需要煞有其事咁樣叫呢個產品做 Superman and Crypto 啦，搞到咧我以為今次呢個產品咧係雙主角嚟嘅。其實如果咧狗狗咧可以做翻一啲可動關節啦，甚至係一個替換嘅頭雕可以換表情玩，或者咧係可以設計一個令狗狗可以喺超人旁邊一齊飛嘅支架，呈現到超人同埋狗之間嘅互動，可以兩個一齊擺 pose 一齊玩。咁喺 Crypto 咧喺呢一個作品裏面嘅重要性咧係可以高好多嘅。依家佢咧就只係可以咁樣擺喺超人旁邊做一個小擺設嘅啫。最後就係今次嘅地台啦，一個冰山主題嘅地台，前面有一個銀色嘅超人標誌，還原到超人孤獨堡壘嘅感覺。上面咧有兩個位置咧可以安裝支架嘅，兩個位置咧都有安排到一個小零件可以遮住個支架位，而且上面嗰個零件咧仲有特登留一個缺口咧，方便玩家將佢掹出嚟。呢一啲小心思咧我就非常中意啦。首先咧有一款安裝到地面嘅黑色支架，呢一個支架咧主要係用嚟夾喺腰度穩定個 figure 企喺地台上面用嘅。呢個支架咧有一個夾夾住兩條鐵枝，我咧就第一次遇到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嘅。我發現呢一個小小嘅夾咧真係有固定強化呢一個支架嘅作用嘅。另外咧就犀利啦，今次有一個全新嘅磁吸支架，裏面咧有一塊超大塊嘅磁石，非常有力咁樣可以吸喺超人個腰窩位置。你可以直接咁樣吸喺個戰衣上面咧，亦都可以隔住個斗篷咁樣吸。兩個方法咧都係非常穩固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戰衣上面有滴膠嘅表層，長時間吸住咧多多少少咧一定係有影響嘅。我自己個人暫時咧就將佢咁樣吸住展示咗2日，我係隔住個斗篷咁樣吸住嘅。拆落嚟嘅時候咧，戰衣上面嘅滴膠咧有少少會黐住個斗篷，咁真係得少少嘅啫。暫時咧外觀上咧完全冇影響，但係長遠嚟講咧就唔清楚啦。另外你將超人吸上去嘅時候咧，佢預設嘅角度咧係有少少斜斜地咁樣嘅，咁唔知點解佢哋要揀呢一個角度啦。你要正面望佢係正常嘅話咧，就要稍為將佢嘅上半身向前傾，同埋將佢雙腳向後屈，咁樣先至可以還原到一個正常嘅姿勢嘅。我對今次呢一個磁吸支架咧係非常之滿意嘅。我對支架唯一少少嘅意見咧就係咧，如果今次有一個可以平飛咁樣嘅支架咧，咁就更加好啦。今次呢隻 Hot Toys 嘅早鳥預訂優惠咧係港幣1602，哇！呢個價錢嚟講咧，簡直係大件夾抵食啦。今次真人頭雕嘅表現唔錯，戰衣咧亦都做得好好嘅。冰山主題嘅地台咧我都好中意。我哋頻道俾呢隻 Hot Toys 嘅評級係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邊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InArt 咧都有出到同一個超人嘅1:6 figure， 咁同樣咧係今年7月份嘅時候開訂。今次咧係史上首次2間公司喺同一時間開同一個角色嘅預訂，今次咧係真真正正嘅正面對決啦。但係咧罕有地咧，今次咧係 Hot Toys 出貨先嘅。InArt 嘅超人咧要等到2026年嘅第2季咧先至出貨，佢嘅預訂價錢咧係人民幣2150，未計運費咧個價錢咧係貴過 Hot Toys 呢一隻好多嘅。但係咧佢就會有雙斗篷、雙頭雕、一個替換嘅腳部。地台咧就係一個小地台嚟嘅，頭雕咧亦都係雕髮而唔係直髮。另外俾嘅嗰一個頭雕咧係一個眯埋眼嘅表情，咁我就覺得呢一個頭雕表情嘅選擇咧就好迷啦。有睇過電影嘅觀眾咧應該知道咧呢個表情咧係冇咩特別意義嘅，倒不如俾一個雙眼發射激光嘅頭雕啦，或者係一個戰損嘅頭雕啦，甚至係最簡單俾一個嬲嬲地樣嘅頭雕咧都更加好啊。究竟價錢貴咗，出貨慢咗，係唔係就可以交出一個更完美嘅答案呢？ InArt 嘅呢隻超人咧，我都有預訂嘅，到時候咧我就會嚟拍一個比較嘅影片啦。我覺得咧今次呢隻超人要出一個1:6嘅收藏級人偶咧，要做好佢嘅頭雕同埋戰衣咧係必然要做到嘅。除此以外，如果想要突圍而出咧，就一定要揾到一啲突破位。Hot Toys 今次就將佢哋嘅誠意咧擺咗喺呢一個磁吸嘅冰山地台，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我自己個人少少嘅預見啦，我就會希望會出現一個變服造型嘅雙人
套裝，因為我覺得咧超人佢自古以嚟呢一個雙重身份咧係一個好大嘅特點嚟嘅。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個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情報同埋玩具開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